其中有一個體驗式學習嘅項目，咁我哋做一個過程戲劇，讓同學仔即係親身投入喺個劇本裏邊去參與成個過程裏邊去體驗。佢哋咧亦都會請一啲業界嘅人過嚟講書嘅，就令嗰啲同學咧有豐富嘅業界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嘅知識咯。而家咧多咗一個叫做學術途徑同埋一個叫實務途徑嘅。咁學術途徑就係頭先講咧，我哋用翻成績收生啦。咁但係實務途徑咧就係同學仔咧係可以按佢經驗或者 JUPAS 放榜之前，啱啱考完 DSE 嘅時間咧，我哋會開一個叫做檢測和認證嘅證書課程嘅。咁呢個課程咧其實係一個濃縮課程啦。咁啊同學咧可以報讀我哋嘅課程嘅時候咧，咁第一可以咧好快可以掌握到，或者一個濃縮班咧去認識咩叫檢測和認證。檢測認證課程都有幾個特色嘅。第一喺課程設計方面啦，咁我哋同其他院校可能有啲分別嘅。咁去到2年級啊、3年級甚至4年級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加入多啲同檢測認證行業相關嘅科目嘅。例如我哋會讀一啲嘅international standard 啦、國際嘅檢測標準啦，一啲嘅唔同國家啊或者地區嘅regulations 啦。另外亦都會涉獵到一啲嘅實驗所嘅認可計劃，即係 ISO 17025啦。我哋其實呢個升學計劃咧都實踐咗咧，都起碼有5年左右㗎啦。咁樣就呢個課程咧嗰個特色咧就係可以容讓同學佢係一邊做嘢一邊係讀書。